我能有什么打算啊？我妈一天逼我见仨，我说见俩都不行，哭天抹日说对不起你爸呀，这离家绝后啊。行吧，你现在也挺为难的。谢谢。哎，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你在给人看毛了？挺漂亮的，没见过，新来的。是小五说了，他是别的店的店长，说那边要盘店，然后过来帮点忙。你挺清楚啊。不，他是那天吧，那天我一朋友跟这儿喝多了。人小姑娘呢，帮忙照顾半天，后来呢给我打了一电话，让我把朋友接走了。哎，小姑娘给人照顾得特别好。后来我一劲儿跟人说谢谢，人就对我微微一笑，这事过去了。这不就是吗？这不比我妈介绍那强多了吗？啊，你看啊，照你这么说，善良、大气，而且还挺漂亮的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他有爱心，这太关键了。嗨，人家跟你嗨了，你就跟人家嗨。我发现你吧，一怂人。这种事儿慢慢来。喂，行，马上过来啊！好嘞，哎，我有事先走，把账结了啊。